大家好，我係2級懲教助理黃鳳珊設施，我而家就喺大欖女懲教所工作。咁我最主要就喺一個所謂牧人行嘅指模房裏面處理收押同埋出獄程序。我曾經咧就係香港競技啦啦隊嘅隊員啦，就參加唔同嘅國際賽事。而家加入咗懲教處之後咧，繼續為唔同嘅在囚人士打氣，希望佢哋可以早日改過自新。工作上最深刻嘅經歷咧，就係成功阻止咗一個想自殘嘅在囚人士。當日嘅時候探訪完之後，翻去 day one， 我見佢行嚟行去，坐立不安咁樣。咁原來佢屋企上面發生咗啲問題，咁令到佢情緒開始有啲失落啦。咁同佢傾完偈之後啦，咁佢嘅情緒有本身好激動嘅，都開始平復翻起上嚟，亦都願意開始講佢更多嘅嘢俾我聽。咁我就可以幫到佢。其實只要俾多啲關懷同埋愛心同佢哋溝通多啲嘅時候，就會令到佢哋嘅人生其實開始充滿多啲希望。